表明唔角逐連任嘅議員當中，大多數都已經年屆70歲或者以上。有學者認為，社會希望立法會走向年輕化，但資深議員留任對議會發展同埋管治有幫助。歐盟聽日開始啟用新嘅數碼出入境系統，所有非歐盟旅客首次入境嘅時候都需要登記生物辨識資料，包括面部影像同埋指紋掃描。有專家呼籲旅客預留足夠通關時間。解放軍近年研發出機械狼，應用於地面無人作戰系統，而佢嘅近親機械狗就應用於日常警方巡邏，甚至可以捉犯。再有立法會議員宣布唔參選下一屆立法會，包括經民聯嘅林健鋒同埋香港新方向嘅張欣宇。至今累計9個議員表態唔競逐連任。航空公司500幾萬客戶嘅資料被黑客盜取之後放上網，澳航借同當局調查事件。現陸續出現人工智能嘅無人軍事裝備，有公司就研發有識別目標功能嘅仿生機械鳥，相信未來可以應用喺戰場上面。表明唔角逐連任嘅議員當中，大多數都已經年屆70歲或者以上。有學者認為，社會希望立法會走向年輕化，但資深議員留任對議會發展同埋管治有幫助。歐盟聽日開始啟用新嘅數碼出入境系統。所有非歐盟旅客首次入境嘅時候都需要登記生物辨識資料，包括面部影像同埋指紋掃描。有專家呼籲旅客預留足夠通關時間。解放軍近年研發出機械狼，應用於地面無人作戰系統，而佢嘅近親機械狗就應用於日常警方巡邏，甚至可以捉犯。再有立法會議員宣布唔參選下一屆立法會，包括經民聯嘅林健鋒同埋香港新方向嘅張欣宇。至今累計9個議員表態唔競逐連任。航空公司500幾萬客戶嘅資料被黑客盜取之後放上網，澳航借同當局調查事件。現陸續出現人工智能嘅無人軍事裝備，有公司就研發有識別目標功能嘅仿生機械鳥，相信未來可以應用喺戰場上面。表明唔角逐連任嘅議員當中，大多數都已經年屆70歲或者以上。有學者認為，社會希望立法會走向年輕化，但資深議員留任對議會發展同埋管治有幫助。歐盟聽日開始啟用新嘅數碼出入境系統，所有非歐盟旅客首次入境嘅時候都需要登記生物辨識資料，包括面部影像同埋指紋掃描。有專家呼籲旅客預留足夠通關時間。解放軍近年研發出機械狼，應用於地面無人作戰系統，而佢嘅近親機械狗就應用於日常警方巡邏，甚至可以捉犯。再有立法會議員宣布唔參選下一屆立法會，包括經民聯嘅林健鋒同埋香港新方向嘅張欣宇。至今累計9個議員表態唔競逐連任。航空公司500幾萬客戶嘅資料被黑客盜取之後放上網，澳航借同當局調查事件。現陸續出現人工智能嘅無人軍事裝備，有公司就研發有識別目標功能嘅仿生機械鳥，相信未來可以應用喺戰場上面。